即时，请咱闭目心三甲来敬拜上帝。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向耶和华唱歌，作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作。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00首。圣诗200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阳昌报扬主朝全，人民三线无言无语，传出财物真丰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00首。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
信心，我信心，共同教会圣徒相同，做下面肉体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26，就是诗篇的117，伫个信息后面1045页，显着咱三甲来启应。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是一个大会中。大家全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来作为的人拢通学习。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在。上主行之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利益。伊赐美灵，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伫伊的约。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宽容。将一般的产业赐予伊。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伊的教示拢可靠。永远袂改变。教训是天地之言。伊救赎伊的子民，甲伊定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常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尊敬的人才是聪明。上主应该永远是存在。下面，请咱按头三甲来祈祷。恩在的主上帝，阮真感谢你的看顾，互阮会当经过一礼拜，今仔日来教会敬拜你，是阮最大的福分。今仔日的天气忽然烧，忽然冷，兄弟人共款同心做一齐声婀娜，吟诗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阮最大的倚靠，面对混乱的社会、疫情、战争、经济的冲击，以及毋知影的未来，阮知阮的性命亲像花，是微小的，大风吹来就谢。阮知只有倚靠你，恳求你甲阮同在。人生的路中，若拄着袂合，阮只有倚靠主带路，心内幸无主阮，欢喜平安甲阮同在。阮也来为着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事求助怜悯，天灾人祸、战争所引起的死伤，真正可怕。主啊，阮求你保守，互乌克兰会当早日脱离战争的危害，互和平甲平安临到迄所在。伫艰难的时刻，有基督你的平安甲五万甲因同在。阮也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中过礼拜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天父，阮要学到你，你是人生喜乐的源头。阮要服侍你，归因光互你，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互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今仔日要唱的是《比亚颂》。Shine
歌声，带咱来敬拜。下面咱三个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自旧约出埃及记第34章28、19、35节。现在中文版是伫个112页，好好版嘛是伫个112页，汉语版是伫个99页。摩西甲耶和华伫遐42、43年，无食饼，无啉水。伊将即个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伫2块碑。摩西落西乃山的时，伊的手摕2块约碑。伊落山的时，伊的面因为耶和华甲伊讲话，就射出光。摩西家己毋知，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时，看到伊的面射出光，因就惊，毋敢赶近伊。第31节，摩西叫因来，阿伦甲会中遮的头人就拢倒转到因遐。摩西就甲因讲话，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来，伊就将耶和华伫西乃山甲伊所讲的一切的话吩咐因。摩西甲因讲话，面必就用皮打面。总是摩西入去耶和华面前，甲伊讲话，皮就显起来，到伊出来。伊出来的时，就将耶和华所吩咐的，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摩西的面射出光。摩西阁用皮打面，幸好到伊去甲耶和华讲话，皮就显起来。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通过，互咱的信息是发光的面，请牧师。咱同齐阿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恭敬来听你的话语，刻伫心肝头，知影这是你的话，这是你的旨意，阮就照咧行，开阮的耳孔，互阮听了明白，嘛互讲的讲互清楚。只是将家己摆立伫你的面头前，求你甲阮伫地。当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兄弟平安。平安。一礼拜过去啊，这礼拜大家过了日子是普通、平平，也是起起落落。有欢喜，有悲伤，日子伫过，上帝的话，敢有得记？敢有伫朝找上帝的面？逐工有拨偌济时间伫上帝面头前，听候伊来讲话。用偌济时间来领受伊所想事的困难，才去做工，才去佚佗，才去爬山，才去市仔买菜，才煮饭。用偌济时间甲上帝讲话。讨论爱做的，
重要的代志，决定用偌济时间，甲上帝斗今仔日所拄着人甲人中间的无和，用偌济时间，感受到上帝甲你伫地所赏赐互你的安慰，用偌济时间甲人讲话，用偌济时间看电视，用偌济时间读报纸、看新闻，用偌济时间怨恨迄个对不起你的人。时间，互每一个人拢共款，一天24小时。有的人知影伊的时间爱安怎来用，伫活咧的时；有的人只有想要活咧；有的人即马艰苦是为着将来要去佗佚佗。时间安怎伫用，诚做你的人生有可能发生什物款的代志。拄着代志的时阵，你安怎去决定，嘛是你的时间所表现出来。你安怎珍惜？你安怎来使用？还是你安怎来浪费？摩西用40日、40暝，伫上帝面头前，无食饼，无啉水，听候上帝甲10条诫约，上帝甲以色列人的约，刻伫石碑。两块石板，两块石板顶面是耶和华上帝亲手所写的。咱讲上帝的时间，上帝哪写安尼久？10条诫尔，是要写偌久？这个40日、40暝，摩西是用什物款的心情来听候？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在互咱看见，摩西对山顶、对西奈山落来，甲上帝讲话了落来，伊的面皮发出光，总是伊家己毋知影。看到的人，因就着惊，毋敢挽近伊。摩西甲上帝伫山顶甲伊讲的话，讲互阿伦甲会众内面有位有权的长者，领袖来听。甲上帝话吩咐因了后，用被大面，无互众人因为伊的面皮顶面的光来惊吓，一直到摩西
入会幕，去见耶和华上帝时，伊甲迄个被摕落来，转出来，吩咐以色列人上帝吩咐伊的话了后，伊才搁甲扛起来。伫遮咱看见摩西甲上帝讲话了后，伊的面皮来发光，发出上帝的阳光。上帝甲摩西面对面讲话了后，上帝的阳光临在伫会幕内面，摩西伊的面，互上帝的阳光清去。咱讲上帝甲摩西面对面，总是敢真正是面对面。摩西伫山顶甲上帝讲话，伫34章进前讲到，摩西求上帝，互伊看见伊的阳光。上帝讲：“你甲我袂当面对面，无你会死。总是我会当互你看到，我会较接听。我会经过你的面头前，我会用我的手暗砍你，互你无抵到死。总是我的阳光会伫你的身上来显现。”摩西伫山顶头一摆，带着上帝阳光落山，是伫摩西甲10条界的石碑拍破了后，才搁去山顶诚心领受上帝愿意，搁写一摆新的约落来，才发生的。就是讲，摩西这是第2摆40日40暝伫上帝面头前听候。头一摆的时，伊落山，伊的面皮无有光啊，无有上帝所发出的光。这个光是安怎会伫摩西的面皮顶面？是安怎会伫伊的面，互众人看见呢？咱知影，摩西第2摆上山，是因为头一摆的迄个2块石板拍破。是安怎拍破？因为伊生气。是安怎生气？伊去山顶听候上帝的话的时，山骹的人毋知影伊定时要转来，因爱阿伦做一个神明互因，所以因做一个金牛甲拜，因甲一只牛当做上帝。上帝生气，甲摩西讲：“你紧落山去，甲因讲，我生气咯，我要灭因，要取因的性命。”摩西落山看见这个代志，伊问阿伦讲：“你是安怎互因伫罪的内面来发生安尼代志？你是安怎做这件代志的？”阿伦讲出伊的软弱：“我毋敢无安尼做啊，因着叫我安尼做，因为都等你，都等无落山啊，毋知你发生啥物代志啊，因着安尼讲，我就安尼做啊。”
摩西甲上帝生气，发怒，讲互亚伦甲会众听，互因知影耶和华上帝生气。了后，伊入去会幕内面来祈祷，来求讨上帝赦免因的罪，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摩西毋若是安尼求讨，摩西用伊的命，摩西甲耶和华上帝讲：这个是你的百姓，你知影因的心固执，你知影因是硬颔棍的百姓，你知影因是啥物款的人。总是因是你的百姓，你今仔日若无救因，你今仔日若无要赦免，若无要原谅，求你甲我的名对生命册内面抹去。上帝讲：我要留啥物人的名，要留啥物人的名，迄是我的代志。总是当摩西安尼伫上帝面头前来求讨以色列人，才会百姓伊的性命，嘛求上帝甲因伫地。上帝才吩咐摩西：你搁上山一摆。第二摆上山落山了后，摩西的面才有上帝的阳光。迄个摩西的面的阳光是上帝要互以色列百姓知影，我甲摩西面对面咯，我甲伊讲话咯，我甲伊同在。即马我甲伊同齐落山，伫恁的中间，伫会幕内面。啥物人互摩西的面来发出光？是耶和华上帝。是安怎摩西的面会发出光？是因为上帝甲伊伫地。总是安怎上帝甲伊伫地？毋若是因为上帝意爱伊，是安怎上帝意爱伊？因为伊知影耶和华上帝是慈悲怜悯、无快生气、饶宽容的上帝，赦免人的罪，赏赐人的性命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摩西掠上帝所讲的话，所应允的，来求讨以色列人会当继续得到上帝同在，上帝意爱，上帝欢喜是伫遮。所以上帝甲摩西讲：你所讨的，我会甲你成。我愿意听你安尼的祈祷。伫摩西甲上帝讨讲要见伊的阳光的时，上帝讲：我要怜悯啥物人？我要怜悯迄个我想要怜悯的，我要体贴迄个我想要体贴的。我是慈悲有怜悯的上帝，总是我嘛是袂掠有罪，诚做无罪的上帝。我是赦免人过犯、过失、罪恶的上帝，总是
我嘛会追究做对爸、囝到孙到3、4代的上帝。上帝家己的公义、家己的慈悲、家己的信心，用伊的阳光，互摩西来领受。摩西对西奈山顶面所听到上帝所吩咐的每一句话，落山了后，一句一句讲互以色列人听。出埃及记对25章开始，一直到34章。35章、36章、37章、38章。40章、39章、40章，就是一直到落尾。摩西一句一句，甲耶和华上帝所交代的话来吩咐以色列人。啥物话？毋若是10条诫，也阁有起造会幕内面所需要的器具。上帝律法、祭司、献祭、礼仪、制度、所有的一切，一项一项来吩咐。摩西也吩咐对上帝遐来吩咐的。上帝要拣啥物人来做圣工？起造会幕内面的器具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赏赐因智慧、财目、聪明来做工，照上帝所吩咐的，一项一项圣的器具来完成。遮个是摩西，每一摆甲上帝讲话了出来，甲以色列人一摆搁一摆的提醒。40日、40暝，伫山顶所听到的，落山了后，嘛有可能一项一项会因为时间来袂记。都亲像摩西面皮顶面的光，嘛会一天一天渐渐无去。总是每一摆，当摩西进入会幕，甲上帝讲话出来，伊的面就搁有光。迄个光代表上帝阿带甲摩西斗阵。摩西所讲的是对上帝遐来。摩西有上帝阳光出现伫众人的面头前，毋若是上帝伫讲，摩西是我所拣选的，我甲伊伫地。嘛是爱摩西会记咧，你面有光，是因为我有吩咐你爱去讲的话，你着带着我的阳光去众人的面头前，代表我甲话讲互清楚，吩咐我好，互因照咧行，来得到我的欢喜，来得到我的祝福。每一件代志。上帝毋若吩咐以色列人要安怎起造会幕，起造会幕内面所有的器具，毋若吩咐人甲人中间爱安怎斗阵，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爱安怎处理。上帝嘛吩咐
爱奉献礼物予上帝，欢喜甘愿献礼物的，上帝拢收。总是这个礼物，上帝嘛有吩咐，爱摕啥物来，毋是你想要摕啥就会使。上帝是一个遐尼谨慎、遐尼清楚明白，甲伊的百姓讲：我爱恁做啥物，恁就照安尼行，因为我是恁的上帝。摩西伫传达这个话时，摩西的心所想的就是：我爱甲上帝的话传达清楚，嘛爱引带以色列人照上帝的话来行，来遵趁，毋通阁发生进前造神、拜偶像的代志。毋通袂记你耶和华上帝是恁的上帝，是咱的上帝。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嘛讲到摩西，伊的面有上帝的光，总是伊甲迄个被搭伫面，是因为惊会互人看见上帝的光渐渐无去。安尼发生啥物代志？人看到摩西的面有光的时，会想上帝甲伊讲话咯。总是迄个光渐渐无去的时阵，就会开始想：你即马讲的话是你讲的，还是上帝要讲的？你即马讲的是你即个人的意思，还是上帝意思？当迄个光渐渐无去了后，人的心、人的顺服，都有可能因为迄个光的无去，直到无法度完全啦。所以摩西甲迄个被摕来搭面。若是安尼咧，咱就爱想，摩西就爱定定入去会幕内面，去甲上帝讲话，保持伊的面的光。上帝的光伫摩西的面皮顶面发出光，这件代志是好，也是麻烦。亲爱兄弟，你敢有想过？当迄时摩西带着上帝阳光落山了后，当迄个光慢慢渐渐无去的时，每一摆，迄个光只有伫伊甲上帝讲话了后，才阁有。摩西是毋是爱定定、常常去到主上帝面头前，阁领受上帝所赏赐的阳光？上帝甲伊面对面。对摩西来讲，这嘛是每一摆我甲你面对面的时，我知你还阁意爱我。你欢喜来甲我见面，总是保罗嘛讲，透过耶稣基督了后，毋免阁有这个癖，毋免啦，是安那？因为耶稣基督的光，伫咱的生命内面，互咱一直拢是清气的，嘛是发出光的。所以即马被已经毋免阁来搭面，会当真做自由的人，
会当自由、自在，甲上帝面对面来讲话，嘛毋免惊迄上帝会离开，毋免惊迄光会渐渐无去，因为耶稣基督真救赎，咱已经自由了。亲爱兄弟，若是每一个礼拜煞出去，咱的厝边、咱的朋友、咱厝内面的人看见咱，有对上帝遐有，互咱的阳光。拜一、拜二、拜三，到拜几个时，咱的光会渐渐无去。咱敢有想过？若是迄个光是真做礼拜时听到上帝的声，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命令，你会欢喜。你迄个欢喜会当几工？会当一礼拜吗？等到一礼拜了后，后一个礼拜日才搁来。也是一工两工就消去。每一摆甲上帝面对面，咱的生命就会有光。毋免亲像摩西去甲会幕，嘛毋免总是爱来到礼拜堂，是伫你的厝。伫你想要甲上帝讲话的迄个所在，上帝就会当继续互你的面，互你的生命发出光，互你继续有迄个欢喜、喜乐、平安。迄个是保罗所伫讲的自由啊，不再是固定一个所在。是你的心想要甲上帝活近的时，上帝就欢喜甲你活近。你的面、你的生命会发出摇花上帝的阳光。这个阳光会引带其他的人照上帝的话来行，来得到摇花上帝的欢喜。意爱，照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无人，无爱。10条诫内面，咱所看到的，有对一条是对咱的性命无好，对咱的生活无好的。看起来，敢若遮个诫命爱遵守。无自由，总是一条一条来看，每一条拢是为着保守咱的性命，会当安全平安，甲人好斗阵，袂欺负别人，嘛袂互别人欺负，袂得罪着上帝。袂互上帝生气，上帝的心会常常甲咱伫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心甲咱伫地，咱所领受的平安福气就完全。这个诫命毋是互咱无自由，是要互咱真正活伫自由内面。摩西伊的面皮发出光，就是伫讲耶和华上帝甲我伫地，耶和华上帝听我的祈祷，耶和华上帝留人的性命，耶和华上帝赦免每一个得罪着伊、袂记哩伊的恩典的人。耶和华上帝
是慈悲、信实、无法生气的上帝。咱每一个人拢亲像摩西共款，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咱受到上帝拣选，会当听到上帝甲咱讲话，透过圣经，透过圣神的提醒，咱明明知影应当安怎做，应当拒绝做，应当无甲歹的行为显现出来，爱保守咱的心伫上帝面头前。面有光，毋是神业尔。面有光所代表的是上帝的临在，上帝甲咱同在。咱甲上帝阳光带到毋捌上帝的人的中间，嘛，互因对咱所发出的上帝光来得到平安，来得到喜乐，来得到完全，嘛来得到安全。毋望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上帝囝儿会记哩，上帝光伫咱的面皮，伫咱的生命，伫咱的行为，伫咱所行到的所在，上帝透过咱，互别人看见，伊欢喜伫正人的中间，互人性命，甲人伫地。咱同心仰头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阮的心会当亲像摩西共款，遵趁你的旨意，因为知影你是好，因为知影你是至善。因为知影伫你有生命，有稳定。阮无亲像彼得伫山顶看见耶稣甲摩西、以利亚讲话时，欢喜留伫山顶尔。阮的心渐渐会当体会摩西，互你赶落山，叫伊较紧落山去甲众人传达你爱讲的话，你的心情，你的旨意，你的疼，你的着急。阮渐渐知影，对土罪，对爸到囝到孙到三四代，目的毋是要互人的性命来消失，是为着要互人知影，人的确爱脱离罪远远，看见家己的行为，就爱伫你的面头前来行好，会当得到你的慈悲、你的慈爱、你的稳定，到万万代。主上帝，阮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互阮会当时时来甲你讲话，亲像摩西共款。阮也会当对圣神的提醒来知影，即时的决定是好也是歹。阮也知做啥物会互你来伤心，会互你来无欢喜。阮也知，阮爱亲像摩西共款，
也亲像耶稣基督共款，替人所犯的罪来求讨你的赦免，就是用阮的名、阮的性命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求讨。你看见，阮已经学习什么是真属性命，什么是真正的三听。互阮伫众人的面头前发出你的光，互阮家己嘛定定伫阮家己的面、家己的行为、家己的性命内面，看见你甲阮伫地，你无离开阮，互阮日日进步，嘛日日欢喜，互阮享受真正对你遐来的平安，毋是透过阮家己偌尔拍拼，是伫你的面头前来领受、来顺服。互阮做一个好的见证，因为阮是照你的形象所创造的。阮知，安尼你的救赎伫这个世间就成了。感谢你，时时愿意甲阮见面，甲阮讲话。阮同心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应答上帝的话，回应信息第303首。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圣名。主，我要学罗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咱起日来吟圣诗第303首。尽
就是咱要来奉献，写迎来执事甲御节执事来宣献。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伫2月13日举行会员和会，咱真感谢兄弟踊跃来参加。参加的会员拢总是23名。决议事项公布第一就是听从2021年事工报告。第二就是接纳2021年年度决算，收入总决算是1669826块，支出总决算是1774850块。第三，通过2022年预算是160万。第四，2022年查校委员2年，卢美燕甲黄玉鸾姐。第二，即马天气的变化诚大，请兄弟着爱保重身体。若有拍第三剂疫苗，身体无爽快的爱紧去看医生，确保身体的健康。愿主保守兄弟平安健康。第三，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目前已经有拄着控制，中央也讲指挥中心讲2月20有宣布讲，自3月1号到3月31号，适度放宽防疫措施，调整相关的规定，还有宗教场所的活动，乃依到2月16日内政部公告没有变动。但是无输咧讲道也是聚会的人会使免戴口罩。疫情虽然有稳定，咱大家开放无限室内聚会人数，那请兄弟共同来遵守防疫安全的规定。咱教界的消息，咱家己来看。咱来看聚会的活动。聚会的活动主日是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的练唱是上午8点45分。礼拜是有姊妹查经分享，即马要查的是《路加福音》第6章12节到16节。礼拜五查经祈祷会是暗时的7点半。要查的是《箴言》第14章。圣工的事项，即礼拜招待是社保节甲苏长老，清扫是宴庆节，忏悔是我本人。后礼拜讲道是林牧师，书会是林彬执事，司琴是刘老师，领唱是余信兄，司献是我本人甲钱兰执事，招待是谢松姐甲友来兄，忏悔是江老师，清扫是我本人。
咱来行到后壁有本周的金句，咱先读完再来读哥林多第3章，咱一起来读。当主就是迄个时，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这位主就是圣神，有主的神所在就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第3章17节。咱三甲会互相请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今日咱的名誉长老无伫咱的中间，是因为伊的查某囝子因生孙女了，他去看孙女儿，所以毋是无好的代志无来，是因为欢喜的代志，咱嘛为着即个婴仔会当平安健康的长大来祈祷。明仔载28的纪念行动嘛是共款有游行，下晡2点28分伫济南教会有一个礼拜，咱的兄弟若有时间会当去参加，每一年拢是伫纪念28这个行动，纪念的是甚物？超找的是甚物？其实咱会当用搁较侪时间来反省咱家己，毋若是28的事件，伫咱的生活中间，正义、公义、和平、和睦、和好，抑搁有即马乌克兰甲俄罗斯中间的战争，毋若是这2个国家。国甲国中间，要安怎保持和平？其实10条戒内面足清楚的。总是若是无甲上帝当做家己生命中间的上帝，迄个和平就是真正的平安，无可能伫即个世间来运行。上帝的心，上帝的神，伫油问就是安尼。伊爱人会当得到永远活的生命，是伫平安喜乐的中间。总是人无法度认捌上帝的时，就无法度甲上帝所想事的这来领受。亲像上帝要互咱礼物，咱若无爱，就无法度来摕到。为着国际的和平，为着人对上帝的认捌，嘛为着咱所认捌的亲人朋友因的性命，咱每一个礼拜拢伫为着因来祈祷。总是毋若是伫祈祷中间求上帝的临在。上帝有交代咱，交托咱，伫正人的中间，爱互人看见上帝伫遮。透过咱的行动，透过咱的嘴，透过咱尊叹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伫祈祷的中间，咱特别为着会当甲上帝阳光带入去咱所行达所在的人群的中间来做见证，来祈祷。咱即是进入公道的时间。
即是阮伫主上帝面头前，要用主耶稣基督所教示的基督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上行信息第393首，乌罗全能恩典主宰，万族称呼，感谢跪拜，爸囝圣神，公义仁爱，尊荣上赞，直到万代。请咱起立来吟信息第393首。愿上帝的阳光伫恁的面，带到众人的中间，显明上帝的临在，上帝的权能，上帝的国度，对即时到主耶稣基督搁再来。阿门。